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2月1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5篇，列王上卷18章第1节到18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军备。台湾最近除了伫武汉肺炎的疫情的防疫成果真好，伫全世界拢得到真好的即个娱乐以外，特别伫最近伫国防的防备设备顶悬得到美国今年已经6摆的军售核准。另外佫较伫互台湾人也是讲军方欢喜的，就是咱的即个军舰的国造12月12号第一台即个国造的安平舰落水的典礼这是一台2个船底合做一个一个快艇伫海面咧走的时阵，特别是伫咱台湾海峡较有即个影的所在，伊会较袂遐尔摇险伊会较快速同时伊是做即个海巡的工作。伫战争的时阵呢，淡薄来改装起一寡武器，伊就会当变做军用的即个防卫的即个快艇。另外，佫一项真欢喜的代志是，无偌久进前总统去主持的即个开工典礼，就是即个掺水舰开始要制造。按算伫即个2026年有8台的掺水舰会完工落海，正式来服役话佫讲倒转来其实台湾毋是一个真爱战争的国家但是会通有即种真强有力的防备性的武器这对伫遮会想要侵略台湾国家的人来看，就是讲伊会安尼小可顿定一下台湾有遮尔强的即个实力的时阵互台湾袂去落入即个威胁进入伫即个危险的中间。同款的伫台湾无偌久进前伫前几工发生伫宜兰的外海即个真深沉的大地震6.7级了后嘛佫介济有超过6级的即个地震接续发生。知影真济台湾人其实拢有准备有可能是因为咱经历过即个921大地震对大地震逐个拢有一寡防备有防备就会减少一寡危险，也是讲损失即种的防备的概念，基本上是甲基督徒的信仰真有关系啦咱必须要防备耶稣基督甲伊的门徒咧讲的时，就讲恁着爱警醒祈祷，才会免得入伫迄个迷惑的中间。会当警醒祈祷是一种信仰上的军备无拄着试探危险的进前，就已经准备好势要去拄着歹代志的时阵，咱会当徛会知安尼才会当亲像主祷文咱的祈祷的中间讲，无互阮入伫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有人可能会安尼讲牧师祈祷就是要求主甲咱保守当然这无毋对啦但是咱恳求上帝保守，咱也嘛袂当袂记伫圣经的中间，上帝一再提醒咱，着爱警醒，着爱祈祷，着爱家己有会晓去防备来脱离迄个歹的即个阻挡，还是试探。咱会通看见伫以弗所的圣经咧讲着爱警醒、爱祈祷、爱穿即个全副的军装。这是保罗互以弗所教会信徒的勉励甲提醒。为什么特别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安尼提醒？咱若倒转去看《使徒行传》19章的记载，当保罗伫以弗所咧传福音的时阵，咧建立教会的时阵，拄着当地即种咱讲在地的即种传统宗教，就是偶像阿底米女神的即个
宗教势力。保罗伫遐受着足大诶阻挡，才一点变做全城诶暴动吼。虽然后来离开啊，但是即种诶阻挡无有停止过，特别是靠着宗教咧做生意诶遮诶神棍吼。因会挑战啊，甚至咱会当想象着讲，因会可能会用一寡好康诶吼来引诱遮诶基督徒吼。所以保罗提醒因，着爱穿上帝所赏赐全副诶军装。即个目的呢，就是要来对付撒旦诶计划甲攻击。可能是面对偶像崇拜诶引诱啦，还是拄着强烈诶阻挡啦，还是种种诶困难，拢有可能吼。穿着即个上帝所赏赐，伊特别讲着全副诶军装哦吼。因咱有穿着即个全副诶军装诶时阵，才会当闪避即个攻击。若毋是全副诶即个军装诶时阵，就是有破口这也是咱咧讲是安怎台湾诶即个军事设备要来一直增加诶原因啦吼。好亲像头前咱有讲着即个军备吼，咱有空中诶，咱有地面诶，咱有飞弹，咱有军舰，咱嘛爱有掺水舰，所以这是一个全副诶吼，迄个概念啦吼。信仰嘛是安尼，就是讲伫防卫顶悬爱有提升啦吼。咱来看见今仔日的另外一个经文，列王记上卷的经文，咱看到以色列因拄着灾难旱灾上帝选民即个亚哈王，伊却选择离开上帝去敬拜巴力，这是偶像的敬拜。即种的人拄着困难，就四界去乌白沙要像三有资源像咱传统宗教讲的家拜家宝贝即种的想法，伊无倒转来伫上帝的面头前即种的人含上帝的罗卜先知伊利亚伊的话不但无听佫甲伊利亚指责讲伊是作乱的人。所以想看觅咱倒转来伫迄个主祷文咧讲无伫互阮入去，就是叫阮他咧拍的迄个。上帝的保守，即种人敢会接受？袂啦，伊家己着走去找偶像敢毋是安尼？所以家己爱警醒。咱对亚哈王的心象，咱看见一个无要穿上帝所赏赐全副的军装的领导者，不但互家己落伫即个危险的中间，佫会互伊的全民来带来极大的灾难，敢毋是安尼？咱倒转来伫约弗所的经文咧看，迄个全副的武装到底是啥？伫信仰顶悬对14节到即个17节伊所写的，伊讲爱用真理做腰带来下啦吼。做兵的人，迄腰带真重要吼，会咱挂一寡枪支啦，等等遮的吼，也是讲迄是咱像讲做迄个腰带是讲已经穿好要准备战争的意思啦吼。伊讲。爱用正义做护胸的即个战甲吼，就是咱人用即摆的话讲，就是防弹衣啦吼。宣扬福音做话啦吼，话就是要打出去，就是世界去传扬福音战争嘛是安尼，话爱穿好势吼。信心做盾牌吼，搁一个防备的物件，就是咱咧讲防备预防人甲你攻击安尼吼。救恩做头较晚的即个保护，就是迄个帽吼，即个帽真重要，无你头若着枪支，你着无性命吼。伊讲上帝的话做圣神的宝剑，迄是武器，迄攻击的吼。当然毋是讲用安尼要来甲攻击人，但是讲用安尼是咱会当上界无伫咱的信仰顶悬徛会知，无受着威胁，无受着伤害，咱会当甲撒旦战争。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5篇，列王记上卷第18章1到18节，以弗所书第6章10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军备。
最近特别是在今年里面，我们台湾除了这个针对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做得非常好，得到全世界的赞赏之外呢，特别在国防的设备上面有很多的好消息啊。我们在今年得到美国6次的军售核准啊，那更让台湾的军方呃高兴的是，我们有国舰国造啊，就在12月12号呢，首艘的这个国造安平舰，它是一个双船体的一个快艇哈这样子已经下水哈，它平常是担任这个海巡的工作，暂时呢稍微改装武器、加装武器，就可以变成一个跟军方一起的这个防卫快艇啊。另外呢，更让人振奋的是，前不久总统还主持开工的这个潜艇国造的这个开工仪式。那预计在2026年呢，8艘的潜艇都可以完工哈，可以让这一些想要侵略台湾国家的这个却步让台湾呢不轻易掉入在威胁，不会进入这个危险当中。同样的，台湾最近在宜兰的外海发生这个78公里的海底那个6.7级的大地震，全台湾有4级的这个有感地震。很多这个台湾朋友都有所准备，可能我们经历过921大地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要有预备。那有预备呢，就可以减少损失，减少这个困难的增加。讲到这些，其实要引用到信仰里面，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有防备。如同耶稣基督时常提醒他的门徒们，就是要警醒祷告，这是一种信仰的军备警醒祷告是信仰军备，就是在还没有遇到危险、试探、挑战之前，就已经去预备好了那我们可以在与坏事相遇的时候，可以屹立不摇。那这样才能够做到所谓的主祷文里面在祷告说，不叫我们进入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有人会对牧师说：“牧师那不是祷告求主保守我们吗？为什么要警醒呢？”是这个话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当我们恳求上帝保守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上帝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警醒，要能够自立要能够自立。我们必须要能够警醒祷告，穿上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这个正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书信里面，他勉励跟提醒以弗所的这个信徒以弗所教会面对什么挑战？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信给他们呢？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19章的记载，保罗在以弗所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当地的这个传统宗教他们拜这个雅底米女神这个传统宗教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传统宗教旁边就有一些所谓的靠行的商业行为，那靠着宗教赚取利益的这些神棍们，他们就很不高兴基督徒的福音因为会害他们这个没钱赚，钱少赚这些神棍会来挑战传福音的人，保罗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有可能是挑战有可能是诱惑，所以保罗要这样的提醒他们。保罗虽然离开了以弗所，可是这个所谓的传统宗教雅底米女神的这些旁边的神棍们的攻势没有减弱所以他们必须要穿着上帝所赐的全副武装，可能要面对偶像崇拜的引诱啦，或是遇到强力的这个阻挡或是其他种种的困难那能够穿上上帝所赐的这个全副武装，这边讲全副武装我们才能避开这个攻击。如果是不能穿上全副武装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破口
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为什么最近那么高兴又有快艇啊，又有潜艇啊？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军事防备上面，要有空中的飞机侦察的有战斗机啊，那路上有这个大炮啦，有陆军啦，然后海面上有军舰啦，那有飞弹啦，也要有潜艇哈，这是全副的武装，这样防备才能提升。我们看到列王纪上卷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旱灾，上帝的选民亚哈王却选择远离上帝，去投靠什么？巴力，就是敬拜偶像。这个很像传统宗教的人哦，多拜就多保佑那种思想啊。他不去找上帝，他去找这个其他的哈。那同样的这样的遇见困难，他就随便到处乱抓去找资源，没有回到上帝的跟前。那连上帝的仆人以利亚先知的话他都不听，甚至还指责以利亚先知是一个作乱的人。我们来想一想，如果回到这个刚刚讲的主导文我们说的那是求主帮助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求主帮助吗？没有不会他没有穿上上帝给他的全副武装，他自己就卸下武装了，不是吗？台湾也有这样情形一位不愿意着上上帝全副武装的领导者，不但自己会受害，面对危险困境，更会使他的全民跟着受苦不是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要回到以弗所书提的全副武装是什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台湾的军力那我们不讲那个了，因为呢我们不是我们的专业。那我们回到信仰里面看以弗所书保罗的提醒，他说要用真理做腰带，腰带是在阿兵哥来讲，当你把腰带弄好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已经预备好要战争了。那腰带上面可以挂子弹挂水壶挂一些东西，那已经预备好的意思那用正义当护胸甲，就是要穿着保护自己身体的，用现在的角度来说，那个叫做防弹衣宣扬福音做鞋子，当兵不能穿那个烂的鞋子那个鞋子很重要那穿上鞋子之后，可以到处宣扬福音。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公式是一个公式。那信心做盾牌不但是穿防弹衣，还要盾牌，挡子弹的挡子弹的，做防备的那救恩当头盔头当然是最重要的万一打到子弹打到头的话，那当然就没有生命了。所以这是一个保护这个救恩当保护，上帝的救恩当保护上帝保守我们要把它穿上来，去找上帝拿帽子 OK。 然后呢，上帝的话当圣灵的宝剑不但是手势，我们还有攻势，我们要去跟撒旦来决战，因为我们属于上帝的，我们不让这个坏蛋存留，让撒旦这边有机会来攻击我们我想在国防的概念上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要穿上全副的武装，你看有真理，有正义，有宣扬福音，要有信心，要有救恩，要有上帝的话